各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准时收看《福起来咧》，我是钟意群阿群妹，大家就底后爱煮饭，大家唔单抢呀，煎、煮、炒、泡，全部都要用油。不过啊，嘅油类嘅分类有非常多，种像橄榄油啊，还有番头油啊，各式各样嘅油都有。今日嘅节目当中，我会来同大家来分享下茶油，还有喺啲桃园龙潭一个所在中嘅，唔单抢自家种，还有自家做，细细格来分享家的喺两公婆。先来分享下呢，语文歌分享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王義文，我帶桃園龍潭，我做茶油。好，分享語文歌來到節目當中，同大家來分享佢做茶油，還有係佢講嘅內容，分享玉書分享。觀眾朋友們，大家好，我是玉書，目前我也是龍潭油茶產銷班的班長。哇，分享兩位來到節目當中，來同大家來分享茶油。不過先同大家講一下，因為大家講到茶樹，就會想到有兩種，一種係做苦茶油嘅茶樹，還有另外一種係種茶色茶嘅茶樹。不過其實係冇共用嘅哦。係錯冇共用。哦，冇共用嘅啊，做茶就係個愛啊，有冇？就是大家彎下腰去採茶嘅嗰種茶樹。錯。不過愛做苦茶油嘅茶樹，相當用嘅咯。苦茶樹一般來講，做嚟分西果油茶，然後泰果油茶。哦，有兩種嘅。有兩種。啊，你啊，那你就種嘅茶樹誒，種到你就嗰種嘅桃園龍潭，然後小人國到那個六福村那個3排。哦，3排。3排，總差唔多有1.7公尺。哦，按太嘅範圍啲亞洲蔬菜，不過都亞洲蔬菜種呀油茶樹，做茶油嘅就係按到油茶樹嘛，對不對？錯。油茶樹我用乜嘅條件冇？比如講像係番梘啊、奶肉啊、水質也得。哦，番梘哦，你種咧北部哦，種油茶樹特別好。哦，用嚟講。嗰個粉奶嘅體吼，佢做的保水量很高。哦，你種落去咧，唔是迄像你北部嘅凍下床咧有落水。做安尼唔是特別要淋水。佢就會生得清楚。啊，cái奶嘅，因為有含水率很高，那它的養分可以一直，它的水分可以一直提供給那個鳥樹。古時候像按用種呀油茶樹啊，愛標農藥也得冇？哦，那你就吼種嘅油茶樹，那你就無施除草劑，無噴藥嘅，無標化學品。哇，古時候就係友善嘅方式來種，對環境友善嘅方式。錯，那你就通過桃園市的農會的評鑑，然後我們得到友善耕作的認證。其實像按用友善嘅方式來做，當然認識到嘅東西，因為當然識茶油，就係愛識空間嘅。錯。對，古時候也友善種法咩當重要。不過像呀油茶樹啊，一年做得數幾多擺？其實乜嘅時間做得來採樹？我差不多一年這樣數100天。一年數100天。錯，哇，按 sale 就100天嘿。啊，佢採樹嘅時間是從秋分到立冬。哦，差不多9月底到11月初。9月底到11月初。不過我剛才講，呀茶樹、油茶樹有分兩種，有分泰果同西果。呀採樹嘅時間共用冇？哦，冇採啲咧。哦，差唔多，因為40幾去出秋分。秋分，等下春分、秋分，還有什麼？夏至。你40幾去啦吼，就秋分、寒露、霜降、立冬。差唔多，一般泰家就做寒露至，寒露差不多10月的時候採較多。嗰小果苦茶。哦，小果係差唔多寒露嘅時節愛採。啊，霜降差唔多大果，差不多10月底。再個冷一啲啲咧，大果就做得開始採樹誒。錯，原來係按呢，古時候就連呀大果小果都有冇共用採樹嘅時間。不過像呀油茶樹啊，應該係多年生嘅樹誒，就是佢種下去以後，唔是緊種嘅，是這樣吧？係錯，唔是緊種。種一擺。種一擺就差唔多5、60年就做得，5、60年就有長。哦，5、60年就有好長誒。對。哇，古時候是愛老樹管理好。
一年然后给菜100，按用就做得嘞。按用就做得。哦，原来是按呢。啊，不过按样哦，你那用友善耕种诶，你种的些除草剂，你那割草，你当年割草差不多400。你呢度一年菜100，不过你当年要去割草400。诶，一年要割草400。哇！跟你按呢，其实都麻烦呢，因为种唔得些除草剂，故说你全部要用，应该像都得用人工听听吧？哎，用人工听。因为没办法茶树黑，就是懂很多树嘛，故说没办法是那个除草机啊什么的。因为3排啦，三排就看不到，你唔可以割草机要死落去，看困难，没办法。对，不过像呀大果同小果做出来的油啊，其实係冇夠用的哦。我们来问一下玉叔，其实大果跟小果它的油，就是连外观就可以判断了吗？一般来说啊，茶油的颜色呢跟烘焙的温度有关。哦，对，那炒焙的温度越低呢，油的颜色显得越翠绿，越绿，所以温度越低，看起来颜色越绿。对，那温度越高之后呢，油色会越金黄，甚至是咖啡色。是。原来是这样。那如果说像是现在我们前面就有看到有大果跟小果，要怎么样从颜色来判断说哪一杯是大果的油，哪一杯是小果的油？如果以相同低温的条件来说的话，小果油它的颜色会比大果油来的绿，小果油会比较绿，对，它的叶绿素含量会比大果来的多一些。原来是这样子，所以光从油 Q 用的温度来看，你看到它强色的可能就是小果的油了。那如果我们先不要看油，我们看果实本身的外观，大果就真的是比较大颗，小果就比较小颗吗？是，就是这样分。对，那小果因为它品种的关系，它的外形会显得比较圆润，比较圆形比较多。那当然它会有一颗结一颗籽的，然后也有一颗多瓣的种子，要看品种的不同。那以大果来说的话呢，它大部分就都是扁平型的嘛。是，油看起来看到底度跟影就是一颗一颗扁，看起来比较扁。对，它不像小果一样，小果会有整颗是圆形。对，小果就是整颗圆形。不过俺知道，比如讲种有种东西的方式都一样啊。那当然是想说我种的东西越单纯越好啊。这么跟熊都讲，我种2种哦，大果跟小果。哦，大果跟小果因为挑白人哈有分啊。小果比较适合北部民众，佢较唔讲寒哦。泰果咧就比较南部，佢稍微有一点讲寒哦。容易，就是分北部大部分都种小果油茶，南部种大果油茶。不过你2种都种呢？那俩超南种泰果。大部分是种水果，然后泰国种稻的啦。因为人家气候变迁啦。对，北部无按寒呢。北部无按寒，所以人家无按寒。那你就做的北部的像人家桃竹苗就有稻人种泰国，没青稻人开始种泰国。南部人家有条小果树，可以耐热、耐旱所以说有南部哪里的没种稻的都给。高雄六季，客家种的六季，哪里有咩种，隔壁边有种稻的。哇，也有种这么大2公顷，种2公顷。对，不过像呀泰果同小果啊，听说唔但像外边有冇可用做出来有颜色不一样，吃起来跟米头其实好像也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他们各自有各自的特色，对，就是香气不一样，然后油的口感也不一样。对，那像是比如说像我们煮饭的时候，很多人会说什么油比较适合高温，什么油比较适合低温。那大果跟小果的苦茶油也有这样子的分别吗？其实茶油的发烟点都很高，那小果苦茶油大概是240度，那大果苦茶油也有来到220度左右。哇，其实这个温度一般来讲很难达到了啦。如果只是炒啊，对，甚至你炸大概一般我们在炸物是170到180，对，200就已经快要东西都是已经出火来，快要烧焦了。所以如果说你的厨房常常是用茶油来做烹饪的话，比较不会黏腻。
对，就厨房很好清洁，你可以减少清洁剂的使用。是，那你对于那个油烟啊的吸入你的人体里面也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。原来是这样，而且你的锅碗瓢盆比较不会黏腻，也不会出现黄色的油脂哦。上来忙着上个亚张问题耶，嗰个铁白有糖都按用嘅讲法咯，还有当到同苦茶相关的内容，要同大家来分享。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个转到节目当中。欢迎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，我係鍾意權阿權妹。今日節目當中，我同大家來分享下啲桃園種嘅茶樹、油茶樹，還個做嘅茶油哦，好像繞口令。嗰時今日節目當中吼，就係我請英文溝通玉書同大家來分享。剛才有講一條嘅，唔過接下來啊，吃到福起來大擺節目都當用心，我同大家來分享所有識到嘅東西，所有係樣板來嘅。嗰時我咪我請英文溝通大家來分享一下哦。油茶油對油茶樹身落應用嘅邊度愛食嘅茶油咯。好，那迄菜樹了，迄個哦，開始菜樹了，然後殺來變到無糖，來曬，行開啲無糖哦，都冇人曬，無糖曬，曬差唔多曬差唔多7日到10日。哦，7日到10日。看熱條有辣哦，熱條辣就7日就差唔多。迄就無辣咯，就要較長嘅時間。較掉誒，曬好咧，你就做脫殼，脫殼有裡面有一隻皮，皮要先脫脫，皮邊要脫皮。係，先脫皮。先脫皮，脫脫之後來脫殼。脫殼哦，嗰時我脫2層就錯嘅，有皮含個殼都要脫脫。啊，脫脫咧就差唔多，你就做對。忙哦，還在做脫茶子，還會脫茶子。對，脫茶子哦，你做嘛脫茶子要提高給茶子的品質。哦，有啲空包蛋，那你就要把它挑掉。哦，磨包子你要來脫脫。哦，不過按用上就覺得，你看像你說老空包蛋脫脫，但是你知道其實滿滿的茶子，你看過去都是長一樣的啊。是，這個挑選的過程應該很辛苦吧，玉書？這挑絲某摸你摸牙不尿。我們製作茶油的過程當中呢，其實花很多的時間在挑選苦茶籽。就跟一般很好品質的咖啡豆，是不是手工一顆一顆挑豆？對，那我們就是手工一顆顆挑苦茶籽。那苦茶籽，它有的會有蟲蛀。哦，也會有蟲，對，有啲有蟲嘅是要脫皮脫。啊，冇脫皮唔用嘅係。個品質冇吼，個皮的加面油，個香煙就看冇。哦，嗰時候你們講懂堅持呀，件事情，很堅持。對，那有的是在樹上啊，它在成長的過程當中，可能有的會質變，比如說發霉子。在裡面，那發霉子你外觀有那個茶籽的外皮跟內殼，其實你看不出來裡面的茶籽仁品質是怎麼樣的。那我們很堅持，就是脫殼要脫得很乾淨，就是想要知道裡面的茶籽仁的品質的狀況。哦，對，那因為茶籽有的是圓滾滾的嘛，有的是半圓形的。那我們肉眼在看的時候，有時候這一面是好的，但是另外一面你不確定它品質怎麼樣，所以我們常常在挑選的時候是要翻動，哇，不斷的翻動，不斷的看。那看到沒法吧，因為就是都眼花繚亂，然後看久都看不到在看什麼。所以我們挑苦茶籽的時候是全家總動員。哇，好辛苦哦！嗰時候脫皮以後，還會留記粉碎。殺過來之後，你就可以準備來醬油。那粉碎呢，剔步驟就會粉碎，然後給炒的之前就來打水，打到圓圓的，平太粒，然後就做來炒，炒差不多炒半點鐘，然後給水分炒透，然後就來放到給炸油機，就開始按油。按油的，那就炒標同啲度按油，按4點鐘。4點鐘的時間，俾慢慢的滴出來，滴出來就用個布誒來，然後個苦茶撲來理脫，它不會變成油桶誒。還要用布誒來理脫，那變到油桶誒。理脫了，那你就變靜置，變差不多2個禮拜。
行我不用用个礼拜按久。哎，超不用那个，因为呢，给里边都含有微小的苦茶粕在里面，不用被沉淀以后，自然沉淀以后，给它油浆会呛。安尼就会出榨的苦茶油。按用嘅果糖就是诶，唔过糖讲也就用嘅giảm油嘅工具同传统嘅无嘛介共用诶。对，那你就要giảm油的工具，然后传统的无共用。传统的迄大份大后炒其实还有整锅，整锅做过去压油压饼压油。那你就迄磨，那你就是炒好就。吃食就不用烫的，里边都按油磨水整锅，磨整锅按油。古时候按用嘅米头会无共用。哎，米头看无共用，哎。对，我们在成立油坊第1年的时候啊，我们就为了说我们要不要经过那个水蒸煮的程序，是要蒸还是不蒸？我们有实验跟讨论过。哇，就是水蒸煮过后，那个油脂的出油量是比较多的。那不蒸煮过，那出油量会比较少。但是它有一个很棒的优点，就是油的香气会比较明显。那时候他就问我说：“你决定我们要蒸还是不要蒸？”然后我就喝了油之后，我就说：“对，因为我真的觉得那个很明显，就是不蒸过的油啊，香气就是很好。那我们想要做的是100年事业。”我们希望我们100年为目标，对，我们希望就是这个品质可以维持的这么好，大家认同之后，我就一直把这个品质延续下去。对，所以我就跟他说，那我们不蒸煮，我们直接炒焙完之后就直接压油。所以他那时候就跟我们的孩子说，你们要记住哦，我们家的油坊就是坚持品质，绝不蒸煮。等一下啊，你们小孩应该还很小吧？当时还很小，幼儿园。幼稚園就先跟他講說，你爸爸同意講哦，你啊就做100塊做給油，前半做唔得整工，他負擔好大。不過唐爺啊就講按用講啊，我也很好奇，生了呀好嘅油，米是很用嘅。唔過先我來同大家來分享，今日講生農民人好嘅油要怎麼來判斷？聽說會有一個品油的過程，對不對？對。那品油的這個過程呢，也是茶改廠的專業老師，他是有拿到那個橄欖油國外的那個品油師認證，那他來教導我們如何品油。那我們請玉書來教學，然後藝文哥帶着我做這樣子。那我們先拿着這個，我們跟藝文哥，這是大果的嘛，對不對？那我們今天現場我準備2款，有一款是大果苦茶油，那另外一款是小果油。那我建議從大果油先品嘗。好，那好緊張哦，很像很高級那要品酒的感覺。對，是大概就是那觀念。第一個步驟就是我們要溫杯，溫杯就是把那個玻璃杯放在我們的手掌心，先搓揉一下杯子。這樣嗎？對，這樣子。那這樣子的目的，大概要握住那個杯子。要握住。對，那這樣子的步驟主要是讓那個油的溫度可以稍微的提升。那提升之後，它的香氣就釋放出更明顯。所以第一步驟是要溫杯。要溫多久啊？要溫杯，大概搓揉幾下就可以了。真的嗎？真的。然後第二個步驟，我們就是用我們的嗅覺，用我們的鼻子，好去聞玻璃杯裡面那個油的香氣。我聞到，藝文哥先講。第一個你會聞到有堅果味，有堅果味，還有一點點植物的味道。是，對，因為它的植物多酚是很多的。對，你一聞就你不會覺得它是動物性油脂。有一點點堅果，有一點點，我吃到皮皮了，有一點點類似芝麻。我聞到的有點類似芝麻。對，有的人說是杏仁，有的人說是芝麻。對，核桃也有。核桃也有，是不是？對，努力聞一下。好。那第3個步驟呢，就是啜飲。那啜飲主要的目的就是讓油脂呢，可以乳化成小分子，那油分布在我們的臉頰兩側，還有舌尖的位置，這樣子。然後啜飲完之後呢，再吞下去，然後同時用鼻子呼氣。用鼻子呼氣，呼不是吸，呼出來。好，是看这就是一個一系列的連貫動作。對，我們先唱英文狗示範一遍。啜飲怎麼啜？對，好，開始。它主要是利用我們那個嘴腔裡面震動氣的震動，讓油乳化成小分子。所以我要先放到嘴巴裡，然後對。這樣是，你好專業，然後我應該吃一百，要整杯喝掉就對了。是，好。然後從鼻子出來，
空气中一直呼气吞下去，好香哦，是，完全都没有那种很懂那个很油腻的感觉，对对，感觉我好像在喝一个汤的那种滑顺的感觉，对它不是很水很稀，它有一点浓稠度，对你跟我们来吞下去，我会觉得很滑顺很舒服，而且压最底度全部都是那个香气，对对，没有你头白很害怕的那个苦茶油跟蜜头，对，我以前其实有一点点不能接受苦茶油，是，其实很多客人都跟我们反映是这样子的，对对，但这样喝起来哦，真的有种在喝一个很高级的东西的感觉，对对对，是没错，像是高级餐厅的那个餐前的小点心的感觉，对对对好酷哦！故说按用嘅方式就做在来摄出清后品质嘅油，对对，任何油品都可以像这个方式来品用，都可以，包含橄榄油什么的，包含橄榄油也是，都是用这样子的方式，对，故说吼，你看呀，用心做出来嘅油就係無窮用，有按用嘅好味性，唔過等下還有另外一種油，小果的油，我同大家來分享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個轉到節目當中哦。好，我讓大家又轉到復起來咧，我係做一群阿群妹，剛才節目當中來教大家那個很高級的一個動作，叫做品油。接下來繼續再幫大家來複習一下，先來呀品油嘅步驟係用嘅呢。好，我們再來繼續複習。好第一類是溫杯，對，所以就是用手的溫度，對，然後呀溫度提高一點。是第二個步驟，聞，聞香氣。這個味道好像沒有大果的重，是，對不對？對，用鼻子聞的時候是這樣子。對。那它有增加一個草香味。對，草香味，深深的味道，有再多一點。還有一些那個青椒，辣味在裡面，胡椒味在裡面。好，Peter 以後要啜飲了。它有花生的味道，是，沒錯。它喝起來花生味，然後確實後面會增加有一些的富嘅米頭。對，花生。它有一點辣辣的微辣的味道。辣，可能我喝太少，沒有感覺到。辣辣嘅米頭。對，所以這個是大果跟小果的差別。對，一般來講，使用上有沒有什麼不一樣？因為它味道不一樣，使用一定會有一點不同。对，因為小果油它的油脂比較濃郁，那它有一點微嗆感，它的多酚物質又更高，所以一般人如果要生飲涼拌的話，用小果油，它的香氣會比較明顯。而且因為它油脂比較濃郁，那如果說你特別想要有養生方面的需求的話，它對於我們的細胞膜的修復功效是非常好的。而且它到現在啊，追迷底度會有一種像是花生的那種濃郁的感覺，很香濃的感覺。您說到花生油，就是曾經有客人問我們說，他很直接的問，你們的油是不是有加了花生？那其實是沒有加的，沒有加，因為我們就是把殼脫得很乾淨，然後用苦茶籽仁下去做炒焙，直接壓油，所以它堅果的味道是非常濃郁的。很香，很好吃。故說像如果係吃夾色嘅話，就適合喝小果的油。對。那如果是料理，烹調料理啊，它可以入菜。比如說你想要煎個蛋啊，煎魚、煎肉片，或者是你要炒。做意大利麵、做西式料理、中式料理，它都很合適，就可以用大果的油。對。但是啊，Hino Boy 愛買呀茶油，其實有時候愛偷偷後嘅品質不是這麼的容易，所以我們今天就請這專家來同大家分享一下，要怎麼樣才可以挑到好品質的油。因為你從顏色方面來，其實不容易判斷，只是你用肉眼看。那我建議你還是其實你要品哦，就是經過我們剛剛吃的那個品油的，品油的過程。好的油它有很多的正面特徵，因為它苦茶籽很新鮮，它多酚物質含量很高，營養元素也保留得很完整，所以好的苦茶油它一定有甜味，甜味。然後除了甜味之外，它還會有
依照草培温度的不同，你可能比较低温的时候呢，它的草香味比较明显，那甚至带一点花香。那草培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呢，它的坚果味就会比较浓郁。这就是一些正面的特征。对。那苦茶油它也有负面的特征，就是不好品质苦茶油的时候呢，你可能在品油的过程当中，你会尝到霉臭味、霉酸味。那这2种负面味道的来源，主要是你在压榨之前的苦茶籽呢，存放的时间太久。是存放时间太久，它不新鲜了。那第2个有可能就是它储放的环境太过于潮湿，苦茶籽发霉没变了，所以你在压油的时候会把它不好的味道带出来。那还有一种就是脂臭味。就是所谓的氧化的味道，氧化的味道，可能是在你压油的过程当中，或者是你存放的时间过久，油脂已经氧化了，对，或者是一些黏腻感。那产生黏腻感的时候，有可能它不是很纯正的油，里面有一些化学精炼的油在里面，所以就尝起来会比较黏腻。就像刚刚囤东西是很顺口的，很顺口，对，故时候还会真紧切下来、塞起来，才可以评断这个油的品质。对，不过你买到好的品质的油种都不可以，还有保存也很重要哦。对，保存要怎么来保存呢？如果未开封的时候呢，你就摆在阴凉处就可以了。那除了摆在阴凉处之外，如果说你有一个盒子或一个箱子，你装在里面，再放在阴凉处，这样子是最棒的。那如果说你开封之后呢，尽早食用完毕。那如果说你1-2个月之内没有办法喝完的时候呢，我建议还是要放在冰箱里面保存，不用冰箱。对，因为这样子可以延缓它氧化的速度，油脂可以更保鲜。对。不过像我自家头摆面有买过苦茶油，韩国不用到冰箱底度。不过懂奇怪给底部一个油用不冰一段时间就看起来浑就不清澈了，也很用的喏。它是一个结晶的现象。对，因为哪里都会粗榨的油没有精炼过你在不用到冰箱里面的痛啦，它会有结晶。它主要是那个维生素还有矿物质在里面。故说含黑粥的是，你就拿出来，结晶呢拿出来做大，不用一念，它就那个结晶就自然消失。你就是安心使用。原来是安呢，故说汉摆在看到变到冰箱底都给苦茶油变到浑冇相关咯，含黑粥的是。不过除了浑，因为还有看过也带有一些的泡，有点渣。对，你那不用它揪掉的，因为有一点薄薄的那个渣，那个苦茶渣，因为你那它沉淀过程中，那如果说时间不够久，或是放很久，那它会有一些渣还会在下沉，跟正常的粗榨的苦茶油正常的现象，是好现象，证明这是好的苦茶油。原来是安呢，故说大家汉摆就不是安色哦，迄讲看到浑，也迄讲看到一些些沉淀没冇相干。不过他可能想到苦茶油就会拿来搅面线呐，也迄讲可能煮鸡汤的时候可能会用一些嘞。不过除了按油以外，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料理方式？那你要准备苦茶油做地瓜、番薯。调摆时间细哦的时间，冇马好生，调摆时间就哪里就这是小儿时的记忆，儿时的点心，番薯，因为炸的苦茶籽加油料就是会开始过番薯，没做在11、12月，嘟好，因为你就番薯就细好了，你那刨皮没做的，冇刨皮没做的就下个就切一袋一袋没做的，没切一片一片没做的，再拿一蒸差不多15分钟就熟来，就丢出来，就不用温档，烧必烧，淋上嘅苦茶油，茶油淋上去，那香气就会冲上来。好有画面哦，香气会冲上来。你闻就很香，然后你吃的 Q 感清楚，而且很健康，因为番薯同苦茶油全部就会当健康那种。那样9省就同样适量，苦茶油做
那个难怪地瓜六傻皮肤看起来都很好。对，除了要苦茶油以外呀，其实人家的含有做呀无麻油，无麻油就是麻油嘛，哈法就讲麻油，但是讲法语讲中文就会有人说香油啊、白芝麻油、黑芝麻油，我们要现在讲的是黑芝麻油哦，是无麻油。不过nhà不卡带来嘅无麻油，看起来一点都没有黑啊。系像咱你就会食咩油诶，唔咩浸狗文酱，所以说唔会浸糊。一般来讲哦，你那看那黑芝麻油都是黑的，然后它其实真的不是黑的。啊，它那个籽是外壳是黑的，对。那你切开断面的时候，它是白的、淡黄色的，对。那如果说你是稍微低温去炒焙的话，它会是黄色，所以还是会保留给笨蛋引底度某暗糊，有点像嗡嗡的色。是，它经过炒焙的时间越长，温度越高，它会从黄色慢慢转变成琥珀色。那琥珀色再慢慢再炒高温一点、长一点时间，它就会变成咖啡色或黑色。故说适度的麻油可能是因为炒的温度它高，它可能想要香气比较浓吗？是这样子，所以它炒的比较多。或者是他喜欢炭烧味。哦，是这样吗？更加有给麻油的特色。我们特色就是要保留芝麻里面的胚芽的味道，还有甜味。我们就是保留它的原味，不要有苦味、焦味。就是还原它芝麻应该有的味道。对，因为芝麻炒焙的温度越高呢，它焦香味越浓郁，但是呢，你在尝它的时候，它的苦味会越明显，越高温越明显。所以我们就是取一个我们觉得比较平衡的，都是你们喜欢的味道，比较平衡的感觉。是。古时候迄个天时机条件呢，乡亲朋友想要请到好油嘅话，做等用的来请到人家对喏。Google 要搜寻什么关键字？你们 Google 呢可以查那个关键字，就是苦茶油。然后你点到打一盒，或是打一盒油坊苦茶油，你就可以炒到我们的位置。对。另外一个就是在那个 FB 上，你打那个关键字苦茶油，或是一盒油坊苦茶油，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位置。对，古少今日神王两位来到节目当中来分享，谢谢两位，谢谢。每神王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嘅时间休息一下来做运动哦。